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。咁今集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我哋個股共反產品嘅最新情況咧，同埋一啲市場上面嘅焦點。咁近期咧，美股嘅表現都相對比較波動，咁尤其是咧非常之受到關稅嘅政策、言論、新聞所影響得到。而琴晚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，亦都宣布新嘅關稅政策，對中國以外咧一啲嘅國家嚟講，多數國家啦，暫緩90日嘅關稅。令到成個市場嚟講咧，有個明顯嘅升幅喺度。而美股三大指數嚟講咧，都升超過7到12%。而納指方面亦都創咗01年以嚟最大嘅單日升幅啦。一啲重磅股，譬如話 Tesla、Nvidia， 甚至 MicroStrategy 咧，都升大概18到24%不等嘅。咁翻到嚟香港交易時段入邊啦，咁一啲我哋772倍睇好嘅工具嚟講，就最受市場上面歡迎嘅。咁你見7766、7788、7799、Tesla、Nvidia 甚至 MicroStrategy 2倍睇好嘅工具咧，其實頭一個鐘嘅成交金額咧已經突破1400萬嘅港紙啊！非常之誇張，而表現嚟講咧，亦都升超過2成3到3成嘅不等啦。咁好多投資者就用呢啲工具嚟講咧，就透過呢啲嘅新聞出現咗喺做一啲短線嘅交易。而我哋睇翻最新琴日嘅成交情況咧，4月9號啦，咁我哋見到咧9隻個股槓桿反向產品成交超過7500萬嘅港紙，超過7成7咧係嚟自港元嘅交易櫃台，2成3咧係嚟自美元嘅交易櫃台嘅。而我哋見到每一日成交嗰個最活躍嚟講咧，其實琴日第一位咧，其實 turnover 最高咧就係隻7366，成交方面咧都超過1500萬嘅港紙。而第二位咧就係7788，2倍睇好 Nvidia 嘅，成交方面都超過1000萬嘅港紙。而第三亦都係 Tesla， 不過係搏反彈嘅7766啦，成交方面亦都超過800萬嘅港紙嘅。而近期嚟講，其實呢一類嘅工具咧就非常之受市場歡迎㗎啦。你見每一日咧，即係 ETF 嗰個升幅榜入邊咧，基本上頭5隻咧都係我哋呢一類嘅個股槓桿反向產品。尤其是咧配合到亞洲交易時段咧，一啲新聞喺美國收盤咗之後先公佈嘅話咧，其實喺呢個嘅工具嚟講就可以幫大家做一啲超前嘅部署啦。而近期個策略方面咧，大家都建議係做得短線少少咧，因為市況相對比較波動。特朗普嘅言論咧都非常之難去捉摸啊。所以單日譬如話市況翻到嚟有個升幅嘅話咧，其實大家只要跟住做一啲77開頭2倍睇好嘅工具咧，做一啲短線交易咧，其實已經可以賺到唔錯嘅升幅。大家就可以留意多少少啦，我哋7766啦、7788啦、Tesla、Nvidia 2倍睇好嘅工具，做一啲短線上面嘅部署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